小锦他还不肯吃。寿宴结束后，他就什么也没吃。不知什么事，突然让他如此消沉。这里交给我，你去忙别的事吧。难道命中注定，我和大瑶瑶就不能在一起吗？哥，我都说了，我不吃。小锦，老祖宗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一直不吃东西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啊？你是在想那个李瑶吧？老祖宗，我是不是不正常啊？阳光照在屋檐，洒满房间。睁开双眼，早餐放在枕边。早前升起炊烟，星火点点，诗篇画万千，化作如你笑颜的香甜。老人说爱是柴米油盐，每一天都要见面，洒下雪花般漂亮，慢慢溶解，花开了冬天。过庆典过后要跨年，别再用悲伤来勾牵，调配出哀愁喜乐等待机缘，映出苦辣酸甜。就让爱穿梭时间，跨越界限，你在身边，停止我的思念。眼前色香味鲜，两样俱全，感动在世间，你我心照不宣。也许终有一天，花落离别，过往画面在我脑海浮现，几片欢喜音乐与笑情意绵绵，在柴米油盐编织爱恋的诗篇。可怜景，又不务正业了。为了大瑶瑶，关中老爷，点个追番吧。小景的决议。什么？大瑶瑶是女孩？老祖宗，您会不会是搞错了？小景啊，你没注意过李瑶的胸口和喉结吗？胸口、喉结？李瑶，快起来，饿了。大瑶瑶她真的是女孩！大瑶瑶是女孩，太好了！我喜欢的是女孩。我和赵启轩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！太好了！既然大瑶是女孩，那皇上的赐婚也就没用了，我就有机会和大瑶瑶在一起了。恐怕没这么简单。为什么呀，老祖宗？皇上一旦知道李瑶是女儿身，就会治他一个欺君之罪，这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老祖宗，那怎么办呢？把粥喝完，我便告诉你。慢点，慢点儿。老祖宗，我喝完了。小景啊，你还记得寿宴的最后，我上给李瑶的那只玉如意？记得。那玉如意是你去世的翁翁老王爷送给我的。当年宫中内忧外患，你翁翁摒弃一切，保住了太上皇，才有了这后来的江山。太上皇被你翁翁的忠义所感动，结为了异姓兄弟，并封他为异姓王，赐予玉如意。而这玉如意的作用，
便是可救人一命。救人一命？哦，老祖宗，原来您早有打算呐！就是这李瑶当时走得急，没有拿上玉如意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救大瑶瑶。哎，玉如意在你娘那儿。知道了，谢谢老祖宗。大瑶瑶，等着我来救你。春雨哥哥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劝黄叔叔收回赐婚的事啊？欺君之罪，可不是劝就能解决的问题。此事时机非常关键，要等皇上愉悦之时，才能有一线生机。愉悦之时？愉悦？黄叔叔愉悦的时候是……让这些官员去赈灾，他们却层层扒皮，贪污腐败，利欲熏心。来人，都给我抓起来砍了！皇上愉悦的时候，让你们围剿的时候谨慎行事，你们却贪功冒进，暴露自身，恶行者将。来人，都给我砍了！要不我给皇上做的菜？这天底下还有吃了我做的饭不开心的人吗？哦，嘿嘿。不可以吃小玉！不是吃兔子啦，我是在看小玉嘴巴里的草。胡闹！怎么可以给皇上吃草？那倒也不是，皇上当年行军打仗的时候，可还真没少吃各种野草野菜。野草野菜啊！我知道黄叔叔什么时候最开心了。小时候，我想父亲想的吃不下饭。哎呀，我的乖琉璃，怎么不吃饭呢？叔叔啊，哦，是不是这些饭菜不合你口味啊？我想爹爹。七哥，就算是想爹爹了，也不能不吃饭呢。哎，这样，黄叔叔去给琉璃做一道我和你爹爹那会儿最喜欢吃的东西，你也一定会喜欢吃的。哎，等着等着啊！嘿嘿，来喽！嘿嘿，还有老陈醋、辣椒油、大蒜。来，我们比比谁吃得快。嘿嘿，以前呐，我和你爹爹到处行军打仗，经常靠野草野菜充饥。要是这路上能吃到碗刀削面，那就高兴得不得了了。所以啊，琉璃要好好吃饭，别浪费，知道吗？黄叔叔他吃刀削面的时候最开心。唉，皇上为了能让郡主按时吃饭，也是煞费苦心，竟然亲自下厨了。看来皇上如此疼爱琉璃，还是因为七贤王啊。七贤王？当年抵御外敌，为振奋军心，七贤王与皇上亲自出征。七贤王2次救皇上于危难之间，后来皇上凯旋而归，而七贤王却……看来皇上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血。既然如此，只要龙心大悦，就什么都好说了。那么接下来，我试着做一碗刀削面，你们大家帮我试吃一下，看看皇上会不会满意。
李瑶姐姐，我好像又饿了。下面就看我的吧。接下来就是面。尝尝吧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啊，这个面。不可思议，这面身与口腔相撞的瞬间，是浑厚与富有嚼劲的力道。丰富的香料承前启后地刺激着味蕾，使卤汁回味出无比浑厚的层次。火候刚好的肉块，吸收了所有料汁的精髓。面、料汁、肉块，这3种元素如微风一般，无微不至地融合在了一起。
真是难忘的味道啊！春风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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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之前尝尝这个吧。这是黄叔叔和我爹爹最爱吃的刀削面。哇，春风哥哥，春风哥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口感有问题啊？口感没有问题，只是什么？还缺少一样东西。耽搁了半天，希望大瑶瑶暂时还没出，是不是？王明德，大瑶瑶呢？瑶哥好像是去皇宫了。啊，都已经在皇宫了。九小王爷这么晚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位小友，请留步。怎么又是你？我看你印堂发红，定是上次被我算过之后结下了好姻缘。是吗？自然。让你再胡说八道！大瑶瑶，这次我要靠自己迎来我们缘分的转机。被阳光点亮的滤镜，融合在蓝蓝的彩色里，近距离的轻言细语，想要知晓到。